大清的江山是从马背上打下来的。今天，不论君臣，只论输赢，谁的猎物打得多，朕就会赐黄马褂一件。 准头，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你究竟是哪家的小将？回皇上的话，他是臣妾的徒弟。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 小圣子，云嫔娘娘不在宫里好好的养伤，跑出来干什么？哦，这皇上，回皇上话，您别怪罪苏公公，是臣妾自己要来的。皇上不是说过吗？以后每次狩猎都要臣妾伴驾，臣妾这也是谨遵圣旨。就是不肯消停，这手受伤了，自然是打不了猎。我看你只有吹风的份儿了。皇上，臣妾是打不了，可臣妾的徒弟可以啊。皇上刚才不是已经见识过了吗？臣妾斗胆接皇上一句话，替臣妾的徒弟讨件黄马褂。好，君无戏言。来人呐！奴才在。赐黄马褂一件。这。 谢皇上。朕觉得奇怪，你久居深宫，怎么会突然调教了一个小徒弟出来？那就让他自己跟皇上说吧。本届秀女徐家袭香，参见皇上。 原来是女子。皇上，这恐怕是古往今来唯一一个穿黄马褂的奇女子。皇上，臣妾的手受伤了，不能精心侍奉在侧，心里一直过意不去。现下有了徒弟代劳，若能博皇上开心一笑，臣妾内疚的心也能得到些许安慰了。 皇上不怪罪臣妾故意偷懒吧？哎，怎么会呢？你帮朕调教了一个这么好的奇女子，朕应该感谢你才对。来，起来。香气袭人扑面而来，真是个好名字。长春宫还空着。 你打今儿起就住那儿，朕封你为谦贵人。谢皇上。这，你们谁干的？ 没人承认是吧？好，那大家今天晚上谁都别睡了。说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以后谁也别想再欺负我们。姐妹们，上！打死他！别打了！打死他！秀！打死他！你们别打了！打死他！不要再打了！ 皇
小鱼，你醒醒啊！小鱼。说，这场火是谁引起的？都不说话是吗？好，全部拉到内务府，乱棍打死。怎么办？是我，姑姑，是我不小心，我也有份儿。我也有，我也有份的。我也有份。平日见你们没有这么团结，想不到出事儿以后，个个都还挺义气的。姑姑，你就罚我一个人吧，我该罚的跑不了，不该罚的也不会被冤枉了。这样吧，为了息事宁人，你们赶快把这里给我打扫干净，该整理的整理，该维修的维修。如果3日之内可以恢复原样，那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要不然，上面怪罪下来，我可担当不起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太好了！灵儿，你真好。爹啊，真没想到你人这么好。以前啊，都是我们不好，你可不要怪我们。不会的，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彼此，大家都是好姐妹。好了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别忘了，姑姑说我们就3天时间，还不快去打扫啊？好，知道了。去吧，快去吧。走吧，去吧。快点，试一下。走吧。我来打水。这个来。这个好看吗？参见皇上。给你看看。都这么大了，还玩这些玩意儿？臣妾参见皇上。来，不必拘礼。我们只谈夫妻，不论君臣。皇上这么宠爱臣妾，怕是后宫的姐妹们都要吃醋了。管他们吃不吃醋呢？朕喜欢你，朕就要在你这儿多留一会儿，陪你玩这些小玩意儿。臣妾已经是大人了，这些玩意儿啊，不是给臣妾玩的。哦，那是……前一阵子，臣妾看见皇宫的屋顶上坐着一个小姑娘，臣妾跟她讲话，她也不理。到了吃饭的点儿，她也不下来。哎呀，看着怪让人心疼的。臣妾就想，小孩子嘛，总是喜欢这些小玩意儿。那本宫就准备一些带去给她，也许她能开心呢。宫里头怎么会有小孩呢？皇上要是不信啊，臣妾带皇上去看。走。皇上，您看，大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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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……皇上，您知道这个孩子啊？她是朕的小公主。啊！来人！奴才在。你们干什么吃的？怎么让小公主爬这么高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都劝过公主好几回了，可是公主不肯下来。她说她要在上面。她上去做什么？小公主说她要在上面看额娘。如果奴才们不让她上去，公主就不吃饭不睡觉。奴才们看着也没办法。皇上都1整天了，她还什么都没吃呢。皇上，您先别着急，臣妾去把她哄下来。你叫大妞是不是啊？我以前的小名啊也叫大妞。大妞啊，你坐在这里是看不到额娘的。来，你先下来，我带你吃饱了肚子，再去找额娘，好不好？你不相信我是不是？如果我做不到啊，大妞还可以再爬上来啊。来，把手给我。来，哎呀，慢点啊。大妞，来。大妞，别怕，别怕啊！皇上，他额娘呢？不要再提那个贱人了，已经被朕打入冷宫。
朕永远都不要见他。皇上，不管娘娘犯了什么错，可是小公主她是无辜的，她需要亲娘。还请皇上看在大妞的份上，就再给娘娘一次机会吧。求皇上再给婉嫔娘娘一个机会吧。皇上，你说什么？你当真亲眼看见千贵人带着皇上去见小公主？千真万确，听说还替婉嫔娘娘求情来着。这个小贱人，究竟是不知道情况，还是故意变着法儿的跟本宫作对？得去问个清楚才好。走。这个花开得真够鲜艳的，待会儿摘几朵，回到放宫里去。哎呀，真好。徐家席香。啊，妹妹见过姐姐。姐姐，叫的真好听啊！本宫就喜欢你这甜甜的小嘴儿，叫的人心都软了。真拿你不当外人，本宫掏心掏肺的扶你上位，一心一意在替妹妹谋划好前程。哼，谁知道竟然是本宫的一厢情愿，你竟然毫不领情。哼，本宫今儿个才知道，本宫拿她当妹妹的人，她根本没把我当姐姐。到底谁才是你姐姐？啊？席香愚昧，还请姐姐明示。本宫问你，你明知道本宫跟婉嫔是死对头，本宫好不容易才把她关进冷宫，你为什么要替她求情？席香只是看小公主，她实在是太可怜了。既然你这么可怜小公主，那本宫就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去跟皇上说，婉嫔曾有害女之心，不宜再照顾小公主，不如就由你来照顾她吧。走。姐姐，姐姐，哎呀，不可能了。为什么？算了，反正你早晚也得知道，瞒着你也没什么意思。你不是想知道谁是本宫的姐姐吗？那本宫就告诉你，婉嫔娘娘，她才是本宫的表姐。这一步步都是她精心安排好的。你姐姐，看在你帮过本宫的份上，本宫就放你一马，也好心提醒你一下。现在本宫才是皇上身边最得意的宠妃，本宫可以不拦着你，也可以任你这一巴掌打下去。打下去，皇上会因为这一巴掌更加宠我。而姐姐呢？你要为这一巴掌付出多大的代价呀？妹妹好心劝你，要三思而后行。好，好，好，本宫不能打你，本宫打我的宫女总不为过吧？西厢，你这个小贱人，本宫要让你知道欺骗本宫的下场。来人呐，把如意给本宫带上来。是，姐姐请便吧，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，反正一个哑巴宫女，谁稀罕呀？谁稀罕？她不是你的妹妹吗？是妹妹，不过是一个引你入局的假妹妹。哎呀，天色也不早了，本宫还要陪着皇上去看小公主呢。姐姐，你在这儿是继续找宫女也好，还是生闷气也好，妹妹走了，就一定不会回来打扰你。哼，走。
奴才苏培盛参见娘娘。今儿个是娘娘，明儿个说不定就是阶下囚了。娘娘太悲观。我是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想恨别人，又忍不住恨起自己来。是为了钱贵人？我真没想到，那个老女人身在冷宫，也能在本宫身边插个旗引我入局。本宫真小瞧她了。早知如此，我当初真应该。娘娘，你应该宽大为怀，学学千贵人，把小公主照顾好才是。她把我害成这样，我还替她照顾孩子。您好好想想，婉嫔娘娘为什么进冷宫啊？如果皇上犹豫着要放她出来，无非就是因为希望小公主能得到更妥善的照顾。假如不用放她出来，小公主也能得到妥善的照顾呢？你的意思是？再怎么说，婉嫔娘娘也是有过错的人，她可以置自己女儿的生死于不顾。可是您不一样啊，您一心一意倾尽自己的母爱去照顾小公主，这能一样吗？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呐！苏公公，不愧是苏公公。对了，你此番前来找本宫有什么事？奴才听说娘娘不开心，特意过来瞧瞧。都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自然要守望相助。小公主好像最喜欢皮影戏了。娘娘瞧，奴才这儿有点小玩意儿，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娘娘。皇上，小公主这几天又不吃饭了，您看，您是不是把婉嫔娘娘从冷宫里放出来啊？尽管说宫里的嬷嬷照顾得不错，但是再好也没有自己的个娘亲啊。臣妾知道皇上不喜欢婉嫔娘娘，可是看在小公主的份上，也应该网开一面，给娘娘一次机会吧。你怎么对这件事这么伤心呢？臣妾是可怜小公主。姨娘，快来追我呀！快来追我！大妞，你慢点跑，姨娘都追不上你了。快追我！大妞，皇上吉祥。参见皇阿玛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妹妹见过姐姐。哟，妹妹也在啊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回皇上，臣妾听说小公主思母心切，茶饭不思，就想着拿些小东西来逗她玩乐。小孩子天性爱玩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快快乐乐的玩一阵儿就过去了。大妞啊，你开心吗？开心。记住了，以后不许不吃饭了，知道吗？嗯。大妞，如果你以后再不吃饭的话，姨娘就不再来陪你玩了。我保证一定吃饭。真乖。姨娘带你去玩皮影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皇上，臣妾就跟小公主先跪安了。去吧。皇上，这件事，朕还要再考虑考虑。皇上，别说了。万岁爷，吃点点心吧。小圣子，在。你告诉朕，你觉得云嫔娘娘对小公主是真心的吗？哟，万岁爷怎么问起这问题来了？奴才一直在万岁爷身边伺候，哪知道娘娘们的事儿啊？看起来倒挺像那么回事的，不过总觉得透着那么一股子邪气儿，
特别是那个千贵人。本来是云嫔举荐给朕的，可是朕总觉得他们怪怪的，不像是交情很深的人。万岁爷这么一说，都把奴才给说糊涂了，奴才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朕生平最讨厌的就是后宫之争，你害我，我害你，到最后真心变假意，真话变谎言，把你整个判断都给模糊掉了。小生子，难道朕就找不到知心的人，就永远要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不断的轮回？万岁爷多虑了。先不说那些娘娘是不是如万岁爷所说，这天底下人多了去了，万岁爷怎么会找不到知音呢？难呐，真的很难。朕就批批奏折，写写文章吧。看来这后宫里的几位娘娘都靠不住了，得马上扶植新人才是啊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2月花。霜叶红于2月春眠不觉晓，处闻啼鸟。夏错了，前2句都不对，还后2句。前2句是春眠不觉晓，姑娘实在好。我说的就是你。姑娘实在好，我记得不是这。哎，兄台，你连唐诗都背不下来，还好意思来贡院考试吗？你不觉得好笑啊？哎，我爹说了，人一辈子总要考个功名，今年不行就明年，明年不行就后年。那你得学范进。范进谁啊？哦，他是不是跟我长得挺像的？你把他叫出来，我请他喝酒。开考。哎，晚上范进会来找你。不行啊，晚上我要考试啊。没事，晚上范进也进得了贡院。为什么？因为范进是你看不到的人物。朝廷开科取士，志在为国选拔人才。尔等10年寒窗苦读，能在今日尽情发挥，不得作弊，不得退场，不得代考，否则以盗窃罪论处。开考。这才2个时辰你就写完了？是，我全写完了。晚生李卫，京城人士，先告辞了，咱们殿试见。好大的口气！哎呀，好啊，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，看来今科必定是第1名了。这考卷上没有我们指定的标志啊。您看，这不会花钱的人，钱自然也不会找上他。可惜了。哎，看！哎呀，你说你榜上有名啊！恭喜啊！我还在找你找见过杨兄，那不是你吗？啊，在哪儿呢？恭喜啊！哎，让！哎呀，真是啊！太好了！哇，我中了！第1名！春眠不觉晓，姑娘实在好。后2句。后两句我忘了。我教你，夜来行会生，银票知多少？不对，不是这2句。不用找了，没写在书上，写在这儿了。看好了。李卫，你不要赌了，你不能再赌了，你真的不能再赌了。哎呀，双双，你别拦着我，
我这2天手气好，我能赚很多钱。等我赚了钱，就去买个官做，然后再到你们家去提亲娶你，让你做我的诰命夫人啊！李卫，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再这样你的前途就全毁了。我爹也不会让我嫁给你的。其实，就算考不上功名也没什么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一起做一点小生意，也一样可以过活的。我不过这样的生活，我李卫有治国之才，就要用在治国的地方。既然科举不收我，我就要从别的地方进去，你甭管我。这根银簪好像值点钱，借我一用。李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哇，这么多银子，这都是给我的？不用，我也有银子，我也有很多银子。我今天手气好，全都赌赢了。那恭喜你，你留着好好过日子吧。我说你今天怎么了？样子怪怪的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以后不会再来了。为什么？我爹给我结了门亲事，在洛阳，我已经答应了。答应了？对，我答应了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是你双双说要跟我李卫一辈子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，你忘了？我没忘，我没有忘。可是我真的受不了。我要的是一个踏踏实实的男人，跟我过踏踏实实的日子，不是像你这样，每天都在冒险，每天做遥不可及的梦。爽爽，我没有做梦，你相信我好吗？我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你相信我好吗？我相信你会，可是我等不了了。苏公公，您慢点。哎呀，苏公公啊，听说您就喜欢这出《牡丹亭》，我从安徽请了名角给您排了全本。今天啊，您好好过过瘾啊。得嘞，知道你孝顺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哎呀，谢公公，谢公公，您请。苏公公啊，听说您喜欢收藏字画是吗？有好玩意儿？我这儿有个书生，祖上也是当大官的，说手里有一幅唐伯虎的真画，想请您给鉴定鉴定。真的？叫来。嗯。小的李卫见过苏公公。花。哎呀，抻。哎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赝品。哎，这是怎么可能呢？我请过好多人看都没看出来呀。苏公公真是好眼力，这幅画的确是赝品。哎，不过赝品能画成这样，也着实不容易。拿出去唬唬人，卖个180两还是没问题的。不过你既然知道是赝品，还拿来给本公公看，
你不怕我怪罪你？小的今天来不是来推荐这幅赝品的，而是更珍贵的东西。什么玩意儿？刚才那幅画，也就是您所说的赝品，是用这双手画出来的。嗯，我明白了。你是说我把皇宫里所有的画都拿出来让你临摹一番，我们不就发了吗？还请公公提携。我呸！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啊？我是造假的人吗？是，李卫，还不向公公赔礼？啊，苏公公，我这双手不但可以画画，还可以写字儿。锦绣文章也好，治国之策也罢，只要公公您给小的一个前程，小的定当涌泉相报。给你个前程，好啊。那你愿意把你裤裆里那玩意儿给舍了去吗？你站住！人像画的怎么样？饥渴乱真。那倒是能有个好前程。苏公公，您的衣服。别介，您是贵人，这贵人可不需要这么称呼奴才。您要是愿意的话，可以叫我苏培盛。公公，这怎么可以啊？我说可以就可以。来，坐着，坐着，坐。你拿着它干嘛？放下。哎。公公，我是奉姑姑之命来给您送衣服的，我还有别的事儿。哎，别急，别急，什么事儿都没这事儿重要。盼春姑姑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今天您什么都不用做，就在这儿坐着。我出来吧。这位姑娘真的是明艳动人，前途必定无可限量啊！哎呀，废什么话呀，赶紧画画，赶紧！要是耽搁了时辰，被人发现了，小心你裤裆里那玩意儿。是。公公，我坐，别动。在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，在想王爷呢吧？你说什么？说什么呢？嘘，不说了。哎呀，其实有些事情啊，不一定有必要想那么多。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，就应该把当下的事情都做好。我不求荣华富贵。也不求飞上枝头做凤凰，只求平平安安、简简单单的。一来啊，不让家里人为我操心；二来，每个月还可以给他们寄些钱。我已经觉得很好了。至于有些人，既然缘分没有了，想了也没有用。你呀，总是这么消极。要我说啊，新者库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，你知道吗？先帝爷的良妃娘娘就是从这里出去的。你还心存幻想啊？这里的日子这么无聊，要是再不幻想一下，我真的待不下去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去送衣服怎么去了这么久？我真怕姑姑找你麻烦。哎，说起这个事儿，我还觉得奇怪呢。姑姑明明叫我给苏公公送衣服的。可是没有叫我送去养心殿，却送到了如意馆，还找了个画师给我画像，让我明天这个时候还过去呢。莲儿，这是好事情啊！好事？我以前啊看过一出戏，《昭君出塞》，这说的就是有些大臣啊，他们为了想给皇上介绍妃子，就要先画一幅像。莲儿，苏公公看上你了，说不定你哪天就可以当娘娘了。哪有那么神啊？我看那个蹩脚的画师啊，一定把我画得很丑。你呀，什么事情都想得那么坏，真受不了你。都什么时辰了，还在那儿闹？明天不想干活了？
孙悟空，哪里跑？我白骨精要收了你！不要管我，不要管我，我还要大闹天宫呢。大妞儿，哟，云萍姐姐也在啊。怎么，看见我在这儿，很意外吗？对了，我记得我的分位比你高啊。妹妹不会为了免一个礼而挨一顿板子吧？怎么会呢？姐姐这么有时间来陪小公主，那妹妹给姐姐行个礼又何妨？妹妹见过姐姐。这就对了。我在上，你在下，你要低着头。这是天理，是伦常，改变不了的。那可不一定吧。妹妹记得呀，以前姐姐也是要给婉嫔娘娘低头的。可是现在呢，风水轮流转了。哎，姐姐，你说，这个风水会不会再转一次啊？哼，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有没有本事，那得看皇上每天到哪个宫去。在这儿费口舌有什么劲啊？大妞啊，来，咱们吃饭了。哟，妹妹可真是多此一举啊！难道怕御膳房不给我们大妞饭吃，还巴巴的给带过来？御膳房好吃的东西自然很多，只是啊，有人来这儿来的实在是太勤了，本宫可不能让我们大妞受到任何的损伤。来，大妞跟姨娘走。哼，说的可真比唱的好听。哎呀，不过真是惭愧，惭愧啊！本宫还真没那闲工夫弄这些个讲究。来，大妞啊，姨娘跟你说啊，这世上啊，最害人的就是这些看起来精美，实际上有毒的食物。你要是因为贪吃，或者不小心咽错了，这小命就没了。等你做了鬼啊，连找谁报仇都不知道。好了，那你们慢慢吃吧。大妞啊，明天姨娘再来陪你玩皮影，好不好？好。好了，你们慢慢吃吧。本宫回宫了，走。玩，你就知道玩，再玩下去，你额娘的命就没了。万岁爷，御膳房的桂花糕蒸好了，搁下吧。这，拿来，让我来。怪不得皇上晚饭吃的那么少呢，原来是让他们做了桂花糕啊，可香了，趁热吃吧。皇上怎么了？朕从来不吃桂花糕的。那我……这是给大妞做的。你不知道大妞喜欢吃桂花糕吗？嗨，您看臣妾这记性，臣妾一时给搞糊涂了。千贵人，朕想问你，你心里有朕吗？当然有啊，皇上就是臣妾的天，臣妾心里一心一意只有皇上一个人。那朕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你都不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连朕的喜好都不知道，又怎么能算是心里有朕呢？哎呀，看来
朕应该多给你留点时间，让你好好想想，什么叫情有独钟，什么叫真心相待。等你想好了，朕再来看你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不好了！小公主得了疾病，晕倒了。